感恩魔法100日挑戰第68日。今日我嘅目標係同人玩 game。我今日嘅目標係要同阿仔一齊創造空間，得唔得？一半半。耶！我今日我好感恩，我有手有腳，我感恩阿仔都有手有腳。哎，放咗個屁。好感恩啊，好活潑，好感恩有空氣、有水、有工具，好感恩有嘢食，好感恩有老公、有媽咪、有阿仔，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陪我創造空間，好感謝我老公陪我一齊湊仔，好感謝我媽媽成日都縱我個仔，好感謝我嘅老師同學生都好開心，好感恩，好感謝。又嚟啦！好感謝梁天海放屁，好感謝我，你放屁，冇錯，好感謝我嘅朋友成日約我四圍掃。感恩魔法，你仲有冇啊？感恩魔法，你講。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開心。如果中意就 like、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